中國一共有34個省級行政區，包括4個直轄市、23個省、5個自治區同2個特別行政區。佢哋嘅行政級別都一樣，但面積、人口同經濟實力等等分別就好大。就好似香港有18個區，各區嘅行政級別都一樣，但政府總部同金融中心都喺中西區，所以中西區喺政經方面嘅重要性就比較大。中國嘅省級行政區當中，其中有4個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嘅直轄市，分別係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同重慶。佢哋都有唔同嘅重要性。北京係首都，中央政府嘅所在地，係全國政治同文化中心；上海係金融經濟同航運中心；天津係重要港口，而重慶就係西部嘅金融、工商業同航運物流中心。中國仲有5個自治區，主要係少數民族嘅聚居地，包括華北嘅內蒙古自治區、位處中南嘅廣西壯族自治區、西北嘅寧夏回族自治區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，仲有西南嘅西藏自治區。至於比例最多嘅省，相關概念相信大家比較容易理解，喺呢一度就唔多講。最後就係最熟悉嘅特別行政區，即係香港同澳門。考下大家，中國嘅34個省級行政區入邊，面積最大係邊一度呢？就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，佢嘅面積達到166萬平方公里，佔中國陸地總面積1/6，大約係英國、法國、德國同西班牙4個國家嘅總和。咁面積最細嘅省級行政區又喺邊？相信心水清嘅各位已經知道答案，就係澳門，面積只係得33平方公里，相比香港嘅1114平方公里，澳門嘅面積只係得香港嘅1/33，係新疆嘅1/5000。中國幅員遼闊，34個省級行政區大小不一，但每個地方都各司其職，喺國家發展大局扮演重要角色。